长。你双腿时也可以有个面色就冇清楚。对啊，一直说紧张。你跟你老公第一次的时候有这么紧张吗？为什么要跟你说？奇怪。对，这张专辑主打就是我的婆妈市场。婆妈市场。不是哦，其实我很多的歌，像我里面大概有一半的歌曲是他们喜欢的。你的婆妈市场这样买一买，你成本应该就回来了哈。嘿哦，差不多穿金头。英国穿金头，没有开玩笑的了。老年倒立腿，老年共下来。你还能听下流行歌曲的报你正八岁，你还坐那个 V 的当红的连续3礼拜 V 面的李彦峰，哎，连续3关啊，你讲继续保持下去。哎，看今每做的连续4关嘛。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上礼拜就一 V 变淘汰嘛，所以都补一 V 过来。新的朋友来咧。系啊，比赛之前呢，介绍一下评审欣赏啊。哦，欢迎总比欣赏，东东欣赏，王批主欣赏，赖一 Q 欣赏。哎呦哇！雨乔现在已经当评审老师照顶了嘞。你懂演哦，几多金曲奖去嘞？2座金曲奖，不用错，不止嘞吧？因为客家这个乐团歌手3座，另一部每位世界就有得奖了呀。哦，边呢亚哈团春面我吹，斗200。斗200，听听啦，我继续上马大兵。有发行哦，他这个就3块了，真的呀，靠边站。真的，全部会给得奖，厉害。真的是，他也很，就是很精进自己的，也懂在音乐方面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在整个体态上面啊，身体状态上面，真的，他也是就进健身房啊，没事也去爬山呢，真的呢，对呀，都发了呢。他跟我侄子去爬那个大坝尖山，真的呀，对呀，哦，老名胜啊，哦，真的哦，对不对？嘿，抽啊。对，然后就真的就爬上去了。因为像我，你侄子有上去吗？有，你这边有爬上去，上去。他们是山友。哦，真的。山友啊，不是另外的。我知道。打牌泡茶的朋友。我知道。好 ，OK。好，马上进行比赛。好 ，TV 来自桃园有妹，曲兰带来阿妹嘅心愿。谈完了。阿妹单身。
三季后啊，两位主持人也好，欢迎又转来啊，太好了，之前来过。比传统组比传统比歌，还有传统的比都样板呢。第18届还有第2名啦，季第2名啦，第2名啦，年度第5名啦，年度第5名，厉害呀，真的厉害呀，传统组诶，有来比歌流行组吗？有比啦，没有比哦，唱得不错，只是忘词了。自己说，蒙词就做不了，是最大的机会。蒙词 Q 粉就 Q 心开嘞。对啊，要不要回来？好像自信满满。真的哦，表现都讲出来嗰種感覺，係冇？穩定。係啊，清後啊，你阿啲準咧哦，從社長咧準。有韓國哈，他講忘詞啊，他講忘詞啊，口齒他抖啦，有陰影啊，陰影，因為唔記得拜歌誒。傳統我跳過比傳統吼，唔是忘詞哦，真係哦。哎呦，好，傳統啊，艱難28-40年。係啊，係啊，流行組這邊，口音，開始加個腦筋。好，係啦，創作樣板嚟唐先生公平啊，專業嘅來講下，搶飛先生。好，邱蘭靜你好，你好，給文藝唱歌。不錯喲，唱得不錯，整個那個都很穩定，而且你有非常特別的音色耶，我覺得，你的音色很厚實，然後又帶一點點沙沙的感覺，對，那我覺得還蠻特別的。給本人要說歌曲有一個建議給你，我覺得你就得再唱得柔軟一點，我覺得可能會更好，但是看得出來你。很緊張，對不對？很緊張，所以唱完了之後，你看你的笑容，哎，就出來了，很自然的。然後今天有幾句，我也覺得你一直在想歌詞，尤其是到最後一句差一點點，感覺上，但是你還是對的。我在想你可能一邊唱一邊在想，好，那所以看得出很緊張。下一次我覺得，這個笑容再帶進歌裡面，我覺得會更好。你如果整個聲音，尤其是。其實我覺得，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讓這個歌有層次。好，其實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你記得進 A 段的時候，就先不要這麼用力的直接衝，就對了。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判斷，除非是有的歌是一開始就是很強的那種，除非是這樣。那通常像這樣，阿媽一個行煙啊，什麼有愛情的或者賞月啊，或者什麼風景的歌，通常可以在第一邊 A 段的時候。你就可以先選擇比較輕柔一點進來，再慢慢出來，這樣子就會自然有層次。你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哪裡要比較強，哪裡要比較弱，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可以去嘗試的方式。對，這樣就不會整個歌好像都很雄壯這樣子。好，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再加強的，不然今天真的是不錯。好，謝謝鋪陳一下就好了，對，有層次啦。嘿，好，來看一下有分數。好，看一下，Q 兩個分數。有幸福。對啊，全部都按強，係啊。你算 TV 替拜來，就就是你了哦。哇，那拜章有蓋金，老師搞很多。高很多，真的哦，高很多，我知道，為什麼高很多啊？係啊，錯，就有特別高，你知道嗎？啊，你也吸收很多啦。有吸收，我下擺會進步，唔放心。好，等咯，下禮拜，這個邊啊咧，好，謝謝佢啦。個頭腦冇除到，後尾看成18歲啊嘛嚇，係啊，74歲咧，反過來78，冇按到啦，冇可以來冇衝74歲啊，看唔出來咧，虛歲，看唔出來真。好啦，沙來顧秋婷帶來肯定你嘅書，來彈啦。张作的写出對你嘅感情，土會用辦法
总拼盘线上台干好，小婷姐好。你正经係用歌聲講故事嘅人創喎，真係唱歌是唱講故事係啊，大唱歌是唱講吧，係啊。正經啊，其他歌嘅大白寫嘅都有故事性，故事性啊。哎呀，哦，真係啊，呢條歌誒做嘛？想講，呢啲特別寫寫時節係媽媽見嘅，呢個show。係。好，呢下呢睇咧，我呢都見你媽媽嘅show。哦，我愛照顧。對，我愛照顧。對，因為你阿媽媽除咗媽媽腳冇嘛好咧啦。哦，這個前幾年他們這個去好多位打氣功。哦，真的。係，按今年就叫我講腳骨會痛啊。哎呦。係，腳骨痛咧。哎呦。對啊。沒這樣哦。跟我差2輪。啊，你是哪一輪？你是周杰倫。啊，你是什麼輪？周杰倫。80歲啦。 80歲啊，對啊，退化誒，冇辦法，所以人家做子女嘅就好好照顧佢，對啊，批判佢哋，對，所以你阿爸呢都來看你媽媽嘅書，對，溫照顧佢啊，對，所以剛剛有唱出那個感覺，有誒，知道有，我知道。我有用心腸啊，有，還知道沒有？有啊，看先生講過。對呀，很有樣板。東老師，曲婷記哈，裡面嘅首歌寫得清好，裡面都容易講開咗強嘅。原來唱嘅黃翠芳佢媽講開咗嘅，嗰時候剛才彈嘅出題，唱一較平時，佢唱因為佢有一些類 opera 嘅感覺嘅上面，不過各有各的味道。要麼當好，因為講唱緊啲歌其實。哪幾個狀況嚟唱會較好？哦，佢咪幾首歌嘅時候，詮釋得清楚。唔過有一個建議啦，吼，就講你到副歌時節，就講上去開順嘅從腳隻入來嘅時節，可以再更多一點感情。好，再解釋咧，哦，給人因人屋嘅坐，因人屋下地位坐，人屋行家多，你聽個感覺冇？吼，也可以開個把那個門給開開的感覺，查一些線，我覺得這個感覺就是。幾隻層次可以加強就係啦。唔過幾咩鬼書歌啊，之後唱都蠻好聽的，等候他，好加油哦。好，謝幕先生，就這樣，向一口先生，我來補充下。補充下。小婷你好，啊先生好。我想我啷個分享過，我今年看你行出來嘅時節啊，我就知道哦，人嘅服裝啊，衫褲，衫褲啊，係氣質。我有喜歡啊，唔過我知道你家下一開始你出來嘅時間，你唱嘅時間，你嘅眼神啊，還有你嘅笑容就懂好。唔過真的開始嘅時間，你就看起來很較緊張。我知道安尼係有一些咧打鬆安尼，然後唱歌嘅部分就是每一個尾音比方說是感謝、給講、哦 no， 你就唱到都非常嘅相同嘅衝突案誒，就是都唱一樣的話，我就會覺得就是好像都講話我都講的一樣的用力，好講到相同嘅安尼力量安尼，那這樣子層次就會很下少一些嘅安尼，好，你係我嘅想法。較冇變化都錯嘅，係啊。強用嘅鋪陳嘅意思啊，對，同嘅條啊嘅橋蘭姐強用差唔多意思，鋪陳，天天要有層次感。係。好，來，看一下兩個分數來。看一下叫顧曉婷嘅分數。謝幕先生，94分呢，謝幕先生，讚哦。你會唔會樣板啊？係咪唔知哦？佢壓力嘅煙風要嘛？好啦，恭喜！先看一下，好嘞，沙落去，俾主帶來媽媽嘅期望。來，彈緊啦。那個台音沒唱得很穩，然後很厚實，很扎實。其實是真的是聽得出來是有功力的，尤其呢，我最後你最每一句，你最大嘅期望，第一句我感覺你真的是唱得好棒好棒。整個幸福美滿，係你最大期
出你真沧桑，几多汗水，几多肝炎，只求家阵平安健康。可比寒冬的日头温存温暖，你可比海船的灯塔温存方向。比海船的灯塔温存方向，母亲啊，为太给母亲，整个幸福美满，幸你最太期望。望太高。哎，毕主机呀！哎呀，毕主机呢？你跟荧幕上看起来，感觉这身经百战啊！真的哦，这就是一个好像姜的头前啊，有连这样冲过让用输的感觉。感觉伊可能加本带就会冲过的那种感觉。哎呀，很凶哦！等下冲过哈，就是做一些动作的话，让自己放松。放松，对。对啦，啊，有时候我冲过后冲到母堂的时候，我就会摇屁股，顺便打拍子。真的哦，我是用这样子，你自己的撇步摇屁股啊？怎么摇？摇屁股，就像你唱那个轻快的歌啊。那但是如果说音乐很小声的，懂色上音乐，那是不是你屁股就可以做个那个爱den和感应，就会有一点那个韵律出来。哦，那你在家里会摇屁股给老公看吗？半夜可以。半夜你自己拉动自己跳哎。大家给我卡今后啊，是水果我们是钱呢。安有按好哎。真的啊。我卡七个钟，系嘛？七个钟水果。唔系啦，嘅哦，新竹嘅三度哦，原住民种嘅水蜜桃最好吃。哦，拉拉山吗？拉拉山在是桃园县哈。啊，你新竹嘅就是太钢。哦，太钢。没有。就往尖山嘅杜王爷啊。对，尖石。尖石哦，而且哦，有一个好处啊哈，嘅原住民很热情。对对对。啊你，东也卖嘛，你一下茶，那个。水蜜桃很贵嘛，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损伤哈，其实卖唔得。可以安样办？对不对？给你下茶来3块银哈，其实一撒不腻炸，稍微有一点点裂果。一粒贵粒不腻。对，那一个卖100块。哦哟，50块。他就先舍，然后给你们吃这样。因为那个哈有一点点裂的话，或者是哈有口爽哈，它就会。卖相不好，他请你吃啊，希望你买。吃了以后你就可能会买，罚钱一买给他讲。这样是你买嘛？我很聪明，我就一家买300块，我买5家。哦，他吃5个免费的，他买15个这样。哇，而且我是2、3个人去哎。哦，真的哦。那我们知道了，如果想吃水蜜桃哈，你就到那个太钢那边。吃到后12桶给买啦。对，要买啦，你就从皮用安一件买一滴的，试吃看看这样子。哎，还一件又买一滴的，试一粒，一整也是5粒。给掉空，你们还搞朋友啊，交朋友的心态在做生意，好啊好，这个不错呢。来，从这里讲，批主欣赏。毕主阿姐你好，你从过嘅世界啊，你嘅推风啊，你嘅肢体啊，你嘅表情啊，我相信呢，谢谢。你就全部目不转睛嘅可能堂呢，因为你有动用你自家嘅味道啊，你选两条歌让你跳白从嘅歌曲。都会有一点哭腔，嘿，你自家嘅特色，就是你自己很有你自己的味道。还有呢，两条狗狗，动大嘅音，很低的音像是轰动啊，温暖，
会顺，都是很低很低的音。啊，你给台音没唱的很稳，然后很厚实，很扎实。其实是真的是听得出来是有功力的。尤其呢，爱最好你最每一句，你的诠释，你最大嘅期望，俩句，我感觉你真的是唱得好棒好棒哦。全家幸福美满，幸你最大期望。不过动打怂嘿，你唔记得歌词嘞？妈妈跟阿妹有时候搞错。没戏，是的，谢谢你们。你看，你又把机会又是人随意的，又让给人家。没关系啊，我下次还可以再来。而且我是喜欢玩，我不喜欢一直打一直打。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喜欢打。不然一下打10关什么的呢？我不喜欢，因为我要背那么多歌词，对我是很吃力。我觉得好累背我演那部对，我就唱几首，我就很高兴了。对呀，有没有听过？对呀，又爱吃水蜜桃，对不对？对，吃水蜜桃声音很好。对，看一下分数了。哦，看一下 B 组嘅分数。忘词还有92分。哎呦，有没有进过分呢？谢谢评审。根本来96分的呢。系啊，一撒扣1分就92。哇，唔怕啦，阿勇就留下来了。那今天有可能留下来啊，好不好？好，先恭喜你，好吧？谢谢，对，回座休息哈。好嘞，杀下来。杀落去，罗浩然带来最强嘅阿婆。看啦。擦擦该阿婆，你本是台泪出现，大肚山那边拉过，从细做工本本事，爱你又该擦擦该阿婆，你本是台泪出现，大肚山肚莫疏脱。从细早早你先发，从家后每次总在做工来勇敢，自唔成功传宗你早早破，你在安什么？将该阿婆。厉害，哇！语言冲得好。对呀，会不会个假音哈？哎，这个真假音嘅转播，真的。叫你哦，冇啦。哦，是嘛？唱一点国语。
像都马开始应该是吊嗓的唱法哦，用用啊，可能脑部共鸣嘿哦，对啊，逼出眼泪，逼出嘿会晕啊嘿，也讲颜色太的英国妹妹，颜色太低啊，哦，两个歌天窗木阿婆的哦，创一条歌唱到阿婆，因为俺阿婆就係日本時代出生嘅，嗰時叫老愛分享幾個細嘅時嘅故事啊，叫書日本實地教育，還有看到日本人嘅飛機怎麼講？飛揚機，走，大家就會躲在山洞裡面這樣。啊，你待在日本嗎？沒有，他在花蓮。哦，花蓮嗰片。哦，你阿婆有喊出來嗎？去年12月嘅時節去天童咧。哦，去年12月，張就冇去叫咧。走。佢可能佢喊出來擺喺度先。93歲。93歲有啦，93歲嘅樣是有度過日本空襲嘅時間。對，那邊戰爭的時代。對啊，我也聽我岳母講，那時候真的戰爭的時代，沒東西吃啊，連樹皮都拔下來吃。真的。對啊，很可憐，戰爭就是。戰爭就要有親無情的事情。是啊，拜託，我們台灣不要。和平。對啊 ，Peace of love。對啊。唱到這首歌想到阿婆。親有感情。好，來彈一下跟那邊。平時欣賞1K。阿燕，阿燕，因為我之前有啲網絡啲本，我有查過你嘅資料啊。哎呦，我所嘛特別查嘅。我就條的啲，因為你特殊嘅時間，你就是學習表演藝術相關嘅科系嘛。我說我對你嘅標準就會比譬如講你行下多。啊，先講我知道，我同學嘅地方係你嘅聲音啊，本來的迄質感嘛，還有音感都懂下你，然後唔過，一些咧口戲的部分是說你那個唱一般的這個比較高音的這個層次的時候，會感覺這個力道還需要拿捏，對，就是呼吸跟聲音那個運用，我覺得那個在高音可能是你換聲區的部分，我覺得這個是你自己一定知道，這是你一點點比較弱項這樣子，那但是我覺得 Hellboy 這個扎查這個部分是非常有挑戰的，動力開。唔過我感覺以後我想音樂嘅程度啊，你應該是會有能力可以在選擇別的歌曲，然後自己再精心的去思考，說有什麼一些山歌或者是山歌子的部分，可以跟一般的流行歌來做結合。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你以後是會做得很好的部分。你總嘅期待，什麼？什麼？你看人長得帥又連老師都會偷查他的資料。查給資料，我青音責任，你們作品是要做功課了。你只黑好演，他長得帥也是事實哈。對，想必欣賞補充一下。補充的。是，其實剛才雨喬提到的就是高音的部分。我還記得挑前幾次老師們都有跟您說，就是聽你唱歌好像硬唱。好，有記得哈。那我覺得今天這一首歌，其實你前面的鋪陳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覺得，你的現在這個中頻啊，裡面你的拿捏算是很不錯。但是真的，這個地方，你的高音哦，我們聽得出來你要用力的衝，可是還會差一點點。但是這個真的不能用蠻力，因為你應該上得去，但是你要用方法，而不是這樣用蠻力。用蠻力就讓我們聽的是很粗糙的，那有時候音準還差一點點，或者是我覺得音準還不是算，因為你都不會差太多，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而是你給唱歌的那個共鳴的技巧要稍微思考一下，你高音要怎麼樣才能夠輕鬆，聽起來不會那麼緊那麼衝。然後我覺得其實我剛才在休息室有聽到你在練後面的部分哈，那我覺得你在唱這個雜草流這個地方，你會比較雜草流，有沒有？你比較共鳴太後面了一點，建議你在唱這個部分，你可以把這個地方稍微提高一點，然後把共鳴往前一點拉，就會雜草流。就會在這個地方，而不會
在那么后面，然后听起来就是厚厚的。哦，在音色上可以做一点调整，你去练习，回到家练练看，往前往后去用你的意志去控制，稍微往前一点，这个上面一点就会比较细致，不会那么厚。那山歌这个部分如果唱那么厚，我觉得味道上会比在前面还少一点点，试试看，好，还可以更好。哦，什么形象？鸡蛋里挑石头。对呀对呀。就像给北韩那个小妹妹有没有？啊，用冲狗啊用，笑肌给她出来了。OK， 这样我给你离开嘞。跟你的真像哦，当然了，我北韩的学员。好，来，看一下几个分数。欢迎 Hello， 好演个分数。好。哇哦！67.5分，好，目前最高分。有些小地方注意哈。可以啊，好，还会进步哎。现在接下来就是你的强敌，好朋友，好不好？好战友。那你先回座休息了。可以哈。OK， 好。撒下来呢？撒下来就係你嘅美面炸李彥峰帶來記七家嘅路。來彈下啦。吉他冲狗正因为经营去搞个事情。对呀，就好像哈，这个吉他就是他的安全哈，对啊，安慰剂，
对啊，人机一体。其实平常quite紧张。会紧张啊。表现都一起啦。对，一条歌也去个创作啊。还有案例太好1年生的時間，跟住太好1年生嘅時睇推動到太學，後來想講起碼睇仲難，想講因為嗰時就想講哦要高中嘅時候有撇啲選擇，選為撇啲選擇的方案就做得就是會有一點後悔當初說沒有選擇另外一間學校。你後來係講其實每一個高場都係一個好的過程，因為不管到最後你的目標是明確的，你要走的就是那一條路。嗰時候一條個人都記起嘅路，就因為一條路要按當然嘅照顧，就係我嘅幸福。嗰時候我就寫一條歌曲，人都記起嘅路。哦，有哪一比賽嘛？條歌？去年T8係報嘅 T 屆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由1比到複賽，唔講冇決賽。就其實嗰種10組取6組。然後有先網絡初選啊，進複賽好像，前面係機動嗰種機動嘅，其實前下節咩提嘅啊？有進入複賽，因為嗰陣帶我同學講，佢就同我講，高中很像社團老師帶學弟完成吧，真的有窮，差唔多啊，就是因為嗰陣全部同學跟人教沙同嘅時窮下嘅，所以我有啲記憶，而且嗰兩時係三傻窮下表演嘛，3傻2傻，6個啊，幾團上去哦，有之前有得過獎唔錯嘅，有，然後可以要參加其他比賽。後來有條歌要係桃園客家流行音樂比賽有第1名，哦，真厲害，同嘅小提琴手，你們下擺帶伊強下來，好啊，好啊，強下來聊，歡迎啊，你已經開支票開很多了，真是我推廣，要出街時間有點難鋪係冇啦，一天沒有哦，我出街嗎？出街會攀公營嘅演唱，就係分享我的分享我的創作，沒有呢個屏東，出街專業家鄉，我攀雅嘅見面會就係，粉絲見面會，哇，太棒了，他大家都得支持，係啊，大家都支持，好，來，沙下嚟唱東東先生，好來，東老師，係啊，東，佢唱清楚咧，下唱同好，各位我想希望七家各位有七家感覺願意啦，嗬，剛才還同兩位先生講，既然特別發片真係嚟到當一大雷同衝鼓嘅咪嗬，你點到進來係咪發片？唔係發片啊，跟唔係發片啊，其實最喺個過程是做一種合適，喺個過程係寫幾個，一個作品集。我底背都係切個編曲、切個混音錄音的，故係你發過片的嗎？但是他有出實體嗎？他的作品集有作品集，有實體有，那就是啊。哦，那就編曲就完整啦。那撈到 demo 上嚟唱，那我就又有編曲嘅，其實喺 demo 入邊係切個做嘅嗰種 demo 共用啊。哦，所以不會啦，他應該沒有做到 mastering 那種最後的模嘛哈。你只是就自己 mix。編曲有混音嗎？係 Logic Pro 簡單嘅混音。哦，所以算是比較簡單的。不過也我吃到也有血有肉了啦。哦，跟這個我吃得蠻順暢的。不過。我印象有記，我必須要講出來，因為整個歌詞都寫得不錯。就走吧，黑發有時候就行啊，要麼就講就走吧，就跑吧。咁你呢？現在一種意思，你是跑還是走？其實還是行。嗰時間我下一時間冇想到按到，因為其實後來其實我下個嘅時間，後來我咪想到講，其實給他下一時間歌唱唱現場講，可能係下走吧，可能係想嚟講係行。嘅意思，不過一直到後來，那位弟講，可能係過嚟去那位表演來比賽現場講，又幾乖乖哦，我就會慢慢來改，慢慢來改。我講意思，就像用走吧改成中文的跑，這種感覺更不一樣，因為有點急了，比較來做正式的感覺，也是蠻好的。那個意思沒歸後吧歸後，用了某種的感覺啦，唔該我。那麼好的歌嘛，我們整個給他加分一下，再找一下更好的，可以讓它更成立啊。所以一整幾首歌嘅嘅內容來講，已經蠻完整的，而且有些改咪西，有些改咪西，好像保持下去了，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作品。希望有一年糖豆兩個專輯，加油加油！對，你現在已經聽到了哈，你連續2個禮拜都聽到他的歌曲了。你請堅持講嘅沒專輯，那是他的作品。因為專輯就係將全面樂隊就係全部一種
就是很完整，然后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点开来听的那种，我才觉得你的点不开是不是？就会来相公，有时候可能点开然后耳朵会受伤啊。你个提 Spotify 从点开我就先不要。他忙有两种痴心，就會講，就係我上一提高中時節，18歲時上我做一種地步，因為高中下過一道歌曲，上去做嘅經驗先，所以也目標是希望講也都是創作出來的歌曲，就會上各大音樂平台都知道。所以希望有一種真實嘅。就是從頭到尾，然後很有故事性，沒有高度嘅想法的一張專輯。希望你能夠達成你這個目標，好不好？好，來，要來看你分數2強，你個親狗分好眼淚都不推動哦。來，每個禮拜都跟他這樣子，每個禮拜都你們兩個站在這。阿勇就看下來看李彥峰嘅分數。真跡啊，用唔單止愛皺眉頭，連他們都眉頭深皺。你自己都眉頭深鎖了，用啊！你雙腿的時間可以有個面色就冇清楚。對啊，一直說緊張。你跟你老公第一次的時候有這麼緊張嗎？為什麼要跟你說？對。每個禮拜都你們兩個站在這。阿勇就看下來看李彥峰嘅分數。好嘞。哇哦！那又來你拿吉他了哈？對，那這樣等一下，搞掐吉他姐。那這樣子，根本也沒有人被淘汰呢。係啊，是不是？用 V9新衣服呢？2位92，所以就留下來，對不對？故說下個禮拜還做得見面哦。恭喜啊！你也留下來繼續加油。嘿，就恭喜彥峰了哈。好的，有 V 面成功嘞。 V 面再報 V。連續4禮拜 V 面炸，彥峰恭喜。報 V 正8歲，先繼續厲害 V 面炸，連續6禮拜嘅總比正嘅，繼續加油哈 ！V 要搓下手的。啊，V 面炸哈，好，希望佢今日做得保持下去啦哈。好，安尼今日有來位新嘅參賽朋友，之前有來過嘛，對佢印象係非常深刻哈。好嘞，要先有請我哋評審欣賞，有請 TV。蔡啟貴先生、羅英先生、魏生炯先生、陳秀峰先生。好來，欣賞結束的，馬上進入今日比賽哈。TV 有請嘅係來自新竹竹東龐正聰帶來《三國志》。來，談完啦。
还有面子问好啊！我係企喺俩上街。呢個眼叫冇看到嚇。係啊，幾多年冇來咧？對咪？ 106年了，106年，哦，而家112年啦，哦，6年冇來咯，6年冇來了。我上嚟啊，對吼。大禮拜要看啦，天氣啊，大禮拜要看啦，係啦，看了冇爽都唔掉啊，爽嚟我做得，係啊，爽嚟要唔衝嘅，係咪啊？爽嚟咧，如果要見呢半期到人唔衝啊，下天係要衝哦。哦。 嗌下依然要衝，係啊，哦，記下依家呢選秀飛，要衝哦，按做埋啲有冇衝？啊，係啊，你有冇衝？做嘛？你上買啊？我唔知上買成日唔記得啦。係啊，反正要期到亞洲貨嚟做期啊。哦，一扎本衝嘅一擺好冇？能記得冇？歌詞記得冇？記得啊，記得啊，係啊，後半段。 做得啊，後半段哦，兩記做得嘛，做得，記係記嚟嚇，好，來，客家了閩南人，客家了蒼南，人唱了出大。 中年了佛呐，你衝得清楚啊！台灣嘅演欣賞員就準備要拿麥克風嚟，佢見同嘅播歌詞你冇看見。哎呦，實在，佢暗有彌陀呢，係咪？因為你啦，唱歌唔出實份有彌陀，你根本唔看你啲撲嘅，嗬，歌詞。歌詞又唔記得。 哦，唔怕啦，翻譯之後啊，翻譯就好啦。那你馬上嚟了啦。可能改啊。係啊。啊。你總比全部都係吃透人生啊！反正我邊一擺喺無限多嘅嘛。誒，係過幾年過一兩三年，執過來夠啊。執過來了。因為都得啦。你做得啦哈。節目行財吧，你就繼續嚟搞。財啦，重重叫叫啦，係嘛哈。咁多年冇來就行財啊。係啊。兩年冇來來啊。唔好個個要2年要爭來哦。捱起一出財吧，一到節目都會財。係冇唔錯正面咧，我們大家出路。捱到80歲吧，一到節目係要25年。哎呦，係嘛？80歲啊？你是到82歲好冇？係25年啊。係25年。我有55嘛，對嘛哈？我哋還是80歲啊。哦，差幾個時間做到都90歲啊。90歲啊！哦，你吃頓吃的都90吧？誒，冇問題啊！梗要冇問題，佢等你衝過一年啊，請可以。冇啦，開玩笑，開玩笑。阿勇就同先生公平一下嚟啦，唱幾個先生嚟，對。唱幾個先生。是的，90歲啊！龐太哥哈，佢藝術啲啊，龐太哥啊，10多年前就設計，其實佢三個創得真有韻味咧，創得真好。係啊。但是呢，佢實在講，喺未受上來天師一個現場，可能按多年的關係，也係因為 TV 出場比賽人，難免上心理上負擔較大。但是也負擔係另外一回事啦，根本就發覺到你在落魄嘅時間就開始慢撲嘅，嚇，一到慢撲落去，因為下樂吹啊，幾天就夾撲嘅，都個嗌，學到個彈，佢唔會定。就變那個，你一緊撞下去，沙快嚟嚟就停唔到，硬停就硬停唔到。天意機呢，一客家民謠睇架倉，你要創到客家山歌睇架倉。當然呢個表演啊，佢都冇相干，但是唔係講，做比賽就只能做人歌詞，到最尾機，結果他全部唔記得。結果假期試唱嘅時間，而家嘅實力嚟講，根本拿前1名係冇乜問題。但是因為我有一樣情況講，我完全試唱都係有情形嗬，也係點可能就心理嘅建設嗬，亦都相當重要。希望你也要講，我都觸動於愛現嘅嘅天才兒咧嗬，你讀過佢，也實力相當好，但是根本完全就會失常。是上的，天然的做得，佢天然的當穩，當穩，但是用我根本去講，對下個現辦，下個辦了，我變到有情況，係咪壓力是分態，
也係就講，以後有比賽時間，心理調試一定可以注意。我有講過嚇，以人實力來講，根本係講也50比，一定有到英語名氣，嚇，唔可以講衝動樣情況，就係自己本身嚇，第一緊張，第二都緊張落去，規則就亂槍槍，節奏就亂跌咧，到前面歌詞上唔記得。都表演啊就冇問題嘛，對嘛？嘅表示嘅物嘅，就係自家嘅心態建設，加油嚇！彭大哥，我相信大漢一定將來當好，唔怕有機會，一定要加油。比賽本來就當建設，一定要注意一點，好，加油！好，好，來，看分數，看一下彭真聰嘅分數。最低標準嘛，88分，就是發發嘛，讓你發發，雖然沒有通過哦，但是不能發啦，好吧？好的，還是哈，還是順利。唔，好了哈。大哥，謝坤哈。這個是正常的，沒有，你這樣不正常。你樣做唔得啦。那你冇真爽，冇正常啊，唔真爽是創到暗號。係啊。做冇真爽。條下給你用低衝暗號。你家有設計沒啊？冇設計啊？還有什麼個要嘅嘛？是嘛有誒，青天空啦，說得呆呆。等我，有個摩托車啦，我按這些，好了，哎呀，反正錄音㗎，拿麥克風，對啊，錄音㗎這樣的，反正是這樣，從歌後教後撩，後撩，有上次就唔記得就算了，對啊，算了，反正這次心唔是很重啦，係啊，真緊吼，真的呀，不要那麼重。真的啊！你專業又上，哎呦，我今日用按建設哦，越上心情會越唔好。係啊，要講真的哦，就反正你想，哎，反正啊，今日啊哈哈，反正這個真。就來看羅時豐嘛，好笑點樣？那個200去啊呢？係啊係啊係啊。好，安陽就係你嘅三個精神。對，好。黃義聰。殺好嚟，殺嚟係主水就帶來3個字。哎，等我啦。周记，哎呀，周记，两位主持人又见面了，又看到了，又看到了，大禮拜湯衝3個啊，對啊，東鄉嗬，小頭小面啊，係啊，可以幸福嘅感覺，係，唱歌出愛哎呀，老師有講，哦，老師哦，唔同萬人學習啦，啊，你要做乜學習歌？東島老師啦，頭擺我哋嘅社團有嘛，就會唱慶島老師、胡老師啦、蕭佩如老師啦，還有蕭佩如啊，還有什麼秀蘭忘記了，秀蘭瑪利亞，對，好幾個，秀蘭跟瑪利亞是2個人哦。就這個青島就抽了啦，這國寶老師我都還沒有去。
哦，你还都欣赏很忙哦。你出这节没有？去到呀，老师都马上就会顿建议讲我怎样诶。哎呀，不是钱的这样很好啊，也不是钱的哦。累了比水更好。哎呀，又有钱哦拿。又有偏懂我说。是啊。又防疫成果，又名字头对啊，让阿圣也讲，俺唱歌又快乐。他说：“妈妈，你尽量去唱，你唱好一点。”对，唱好一点。你其实他很会唱。我只是刚刚躺下个嗓音哈，我觉得他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点胃酸逆流去影响。用白啊，是太饱啊，干不诶？干不诶？台湾唱歌以前是太饱。咁有冇識動到啊？吃到有嗰種丹田的力量，但是從上人家後人頭可能有胃酸逆流嗰種影響到。嗰種感覺係有些壓傷呀。就會有受影響的感覺。其實它可以。應該做的啦，吃到精油力啦。當有力啦，但是佢要衝出來就講逼踢，所以佢會叫，啊會叫好彩佢。嚴懂準，係啦，好猜啦，係不啲，但是欣賞堂都用白，欣賞堂就唔啲咯，嗬，對啊，欣賞。好，我知道，基本嘅做頭先嘅散歌之後，上可能冇按量，係彈起來，所以有點實力啊，就個人嘅萎縮，有點下出力唔得啦，嗬。不過當然你貴屬歌曲彈起來，其實。我感覺日出日落，我聽你唱嘅歌哈，我知道你講話些上動講，所以其實你唱散歌，從我哋粵語技法哈，就係語言學裡面的一個語言學家，佢就講粵語技法，當我知道當何做得講問大家參考，方言本身就係一種旋律。方言本身它就是一個旋律，所以你講話講到安好聽，你唱歌運動就係安樣輕改上，所以你看你講話一些當小面啊，所以你唱嘅時候你就發現冇找強唱，你唱歌嘅時間你冇按小面哦，所以你緊張起來上就會很下輕，你就我就講過嘛，你看當到嘅歌聲，比如講鄧麗君啊、江蕙啊、辛曉琪，佢哋會上全部按量，係因為他們唱歌的時候效機很明顯，所以你看你小用按好，唱歌就做得按好。好，講咗啦，你基本嘅你係三個字，貴屬歌曲彈起來，當場一好，因為你嘅上動講。我講分開來講嘅時間就比如講第一句，日頭出來一點見，日你要讓日上司，日就有一啲啲當場又重到，我講詞就冇清楚。日頭我。你天上日頭我聽大咧，笑肌提起來，日頭我出哪來呀？我係找你嘅大小聲模仿唱的哦，你也上聽眾喺下講，所以你係一隻為數，過來一家了親啊親咩親，一家親。好，琴天上也在天轉來，按樣就啊講，一家了親啊，一家了親啊，對呀，按上就走得出來了哈。所以出力的地方要，這個上看按樣辦起家唱起來會下順下亮，按樣好，不應該建議，先鋒你。好，謝謝，謝謝我的建議哈，謝謝。好好，專業上網，上網啊，專業上咁樣顧好來，好唔好？聽講你幾日都冇下唱。好，看一下本書啦。看一下主水就嘅本書。好。謝謝啦，冇相干啦，好啊就好。好啊，一本書好啊，其實佢已經88本咧，後尾參賽朋友也唔是緊張，就好好本歌詞唱出來就好，基本上看冇乜嘅問題啦。冇問題啊，坤先生有乜建議？睇自己對，講唱作詩。好啦，好，再見嚇，再見，撒下來。撒落喺朋友給我帶來羅山歌。好啦。才是。
辛苦。路向树难。又见面了，亲像你嘞，像，还没笑，已经有会像的。对呀，那小孩看一下，哎，你一起当多年嘞，对不对？铁丝玉玲珑哎，冇补充一下，日过日。日上我就看你，要看你，要看睇一个裁判先生亲好。通一下嘅，阮是可爱的女红妆，这就是南无阿松，塔里龙，塔里龙，卡里龙啊，卡里龙呀，像啊，有像，劲讲劲枪诶，许孝顺，哎呀。中庸按好教啊，係冇按翻譯。你真係眼神啦，真係眼神就按出好咧。翻譯啦，哈。係啦，唐先生講啦，好冇？唐先生講片。薔薇先生。惠民小安，董盛奇，董快樂嘅朋友講是哈。師母先生。今日咧羅山歌唱到以後啦。有人係啊。我愛感恩對於了山歌有多少意見咯？本於建議啦。好。普通一般喺山歌全部43年以上的那個唱法嘛。羅山歌是廣播人唱嘛哈。我認為了羅山歌轉移去用全部用43一句話樣來唱哈，更好唱。好。喺其中每一句提5加10，全部係短音哈。哦。人生才是。技是唔是啊？技是動啊！啊，佢走是同佢走，也同樣唔是內音啦，唔是內上嘅哈。內上嘅些可能多少為使音為冇動靜。第二三個係4句聽一時，我建議全部用短數音唱，講來落潤，咁會好講啊。好，嗱，強東咧學習啦。好，師母先生，師母先生，我唔咗做嘅多啊，好。哎，刘老師，你給我進來冇閒時間，你來代班做主持嗎？你應該會笑我，請問 NG 咧，對，係冇大批都清楚咧，對，他 tempo 很好，耳夢有啲跟耳飛啦嚇。好啊，來，看分數啦哈，看分數，看一下朋友給我嘅分數。是一點分，冇問題。留下來，哎，做得再留解禮拜哦，冇問題。加油，好來，好。等啊，請落啦，好。豆豆行嘿。我寫梗。等一下，好，哎，好來，沙好來。沙落去入天橋，帶來3個字。來，彈啦。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你8年來都有，所以演呐哈，因為交通冇像西浦安旁邊啦，有差啦，時間都趕緊加點。但是也個呢，乜呢高速公路啊，蘇花街已經破啦。我都初步查較多。初步查，啊蘇花街也冇限制，呢，特別之前彰化的時間50公里啲呢啦。像啊乜青少市場嘛唔啲。哦唔啲哦，也係種都90嘅樣。係啊。然後頭擺上邊可能差唔多，我1點鐘嘅時間吧。有哦，時差嘅話哦，有些人講差唔多1點鐘。哦，但是還是較好試嘅蘇花公路。哦，真的哦。較刺激哦。摩擦嘅時間。佢清緊鐘呢，山路清晚呢。哦，那個晚上才好開。真的哦。因為晚上你如果對方有來車，燈一開你就知道啊。哦。對啊，所以反而晚上比較好。對，所以我各位來啲帶團員攏特別專佢講，可以安步睇位置。較好試。這樣唔會出差。對啊。哦，所以你就特別是初步查來。初步查來。較方便啊。特別會接來嘛。青少，他爸會來喝喜酒啊。喝喜酒嘅時候，平常都較少講來特別了啊。對呀。這片就清好了，來特別了。花蓮好山好水，真的好無聊。唔會無聊啊，真係唔會。好風景，心靈沉澱，真的。冇強用。啊，你下接來台北。味道你鬧嘢來比水。對。啊，你感覺都老花蓮比起來哦，哇真勁，個行路啊。來到咧台北啊，行路用我行安腳。哦，步調輕輕啲。係啊，多咧花蓮大部分都係慢慢嚟行啊。對呀。嗰正經呢，花蓮視察也沒黑呢。嗰金邊然後闖那個搶風燈呢，嗰全部台北來。台北。真的。你就發覺花蓮人用視察用。慢慢悠哉悠閒啊！是趕時間啊，行路咩樣呢？行路咩樣用？單槍帶到嗰邊哦，佢可能都多活10年啊，長壽，對，空氣清好啦，真的，花蓮好地方。來，創出嚟，來，請秀鳳欣賞。聽教授知吼，今日創了3個字吼，我知道吼比上擺創吼就進步較多了，就掌握到你個3個字嘅韻味吼。唔過你個聽語句韓國提示記了大概吼，你從個數米嘅時間吼，做個老記吼，你就按你就講從創嘅時間吼，你數米嘅時間會數下人的誒，有應該。幾隻嘅3個嘅韻味嗬，出來好聽，係上癮啊！勇氣，加油哦！蘇文先生，辛苦姐，嚇，我哋睇下就個分數啦，嚇。還有一篇叫嘅分數。一分數咩好啊？係啊，辛苦分哦。係啊，加油啊！好啦，有機會可以哈。好啦，可以再下次哈。特別就按遠來，係啊，有補貼車馬費嗎？還好，不夠啊。啱啲哦，可以充夠嘛。好啦，沙人 V 面炸哈。總比真帶來落3個。彈關啦。好笑。
哎，唔单止爱皱眉头，连他们都眉头深皱。你自己都眉头深锁，你用的啦？用啊你。有啊，兄嘛？系啊。用来紧张哦。唔嘛，唔介意识到乜嘅东西？有俾人偷到呀？哪的东西？啊？这很讲唔是紧张，佢前面就有88分的啲嘅，唔看用嘅冲，摩擦上去唔咩行叫我留下咯。嘿，冇繼續上繼續嘈上去嘛，那種壓力就來了。這就得失心太重。沒有得失心真重。我跟小孩子講說，媽媽就是來比賽，然後有沒有都沒有關係。對呀，真的啊。跟你哋緊張嘛？對啊，你做嘛緊張？可是因為前面是老師啊，在評分啊。哦。對啊，假使說你不是說比賽的話，沒啊，你上禮拜都好好啊。係啊，前2禮拜都很好啊。上禮拜嘅上映獎都唔啱。係啊。哎呀，禮拜用我辣到啊呢。你奇怪啊。太緊張啦。緊張一禮拜以後都馬上變偷到。係啊。一係禮拜有點壓力啦。係，個 V 面嘅壓力。哦，一係兩關嘛。係，也係連續2禮拜。今天凶多吉少哦。沒關係，沒關係的，反正應該還留住了，還留住。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對了，沒有啦，平常心就好了。對，沒有關係。對，沒關係，摸一下欣賞咯。係啊，好嘛，好嘛，好，欣賞好，欣賞啊。好，莊小弟哈，佢俾你帶來一個老山歌哈，其實唱冇問題，你唱嘅也韻強韻嚟各方面哈，也做你講。唱來清楚，最主要你要有利用到人嘅共鳴音，有到講利用人嘅也個流行嘅來帶動一些嘅人家傳統嘅山歌，有一種特殊嘅唱腔。但是呢，佢尾就有一些嘅一個問題哦，我老人講下，佢尾因為人家唱一個老山歌，鐵就天生嘅反而本身呢，中醫本身就要有足，本身啊。運用人嘅聲量嚟去控制高低音，就當重要嘅。你嘅靠小才啦，人嘅到就開始就別聲咧，就喺度講技巧聲。但是也冇馬上講靠小才，佢並唔係用最高音，佢係講唱條來啦，唱的時間，你本身的丹田，一聽到時候有唱到來，所以你唱的時間冇唱到位變辣嗓的音到位點點，前面現就要到嘅，再過來擔乾了，有冇？擔乾擔中央啊，要咩最高嘅咪音嘛？還有嘅嫩順來啦。人嘅嫩絲中央都冇，人嘅丹田呢啲冇拉化，唱唔起落去就變成辣嗓體嚟。所以咁樣當明顯呢，鐵段靠小才開始，到唱條來就開始嗰個嗓。韻做得落，人韻做一講哦，但是個嗓哦冇錢問題，讀到都高音落去，全部都辣體嚟嗓。喺美國喺比賽前好好休息下，本自家嘅音質。保持的，唔是講我來練到真實，練好咧來比賽上冇傷體咧。平常時你就不能就練得來，冇講我來比賽前係盡量拼到真實，比賽啦傷曬冇體咧，也就有可能ảnh hưởng情緒。所以以後講有繼續比賽，還要注意一點。好，加油！謝謝。練習過度沒做唔到。對呀。很緊張。你雙腿的時間可以有個面色就冇清楚。對啊，一直說緊張。你跟你老公第一次的時候有這麼緊張嗎？為什麼要跟你說？對，這個問題扯太遠。對啊，你那麼緊張。等下，現在目前最高分的。等下清高分係聽九字。來，我聽九字。夠夢見咩要奇飛，坐當邊面齋波。好夠咗啊！你睇下都要奇飛，對。看一下總比整個分數。
每一个暗暝，做着美丽的梦。这张专辑主打的是我的婆妈市场。婆妈市场，不是，其实我很多的歌，像我里面大概有一半的歌曲是他们喜欢的，可以朗朗上口的曲。应该你的婆妈市场这样买一买，你成本应该就回来了哈。嘿哦，差不多穿镜头，异国穿镜头，不要开玩笑的了。对，看一下总比整个分数。好嘞。哎呦，真的嘞，比真的。哎，你就表演那个拼给记咯，哎嘛。对呀。拍谁啊？拍谁啦？唔怕啦。对呀。哎，我们雅文不要那么紧张，演唱的经验蛮多嘞。你下礼拜再来好好拼一下，嘿呐，好吗？好不好？再把宝贝争回来。好，没问题。好 ，OK，有玩意哈。花莲争光，哎呀，花莲争光，哎，所以给毕业当红筹款啊，正一花莲县长都会这样用颁奖给你客家之光。好了，唱啊，你一听叫抽中避免再暴力。恭喜，听叫记了，前面，行前面啊哈，天天来行哦。恭喜一听叫避免成功闭关。老年音乐会，哎，今日安尼节目当中有请到特别来宾哈，我相信安尼观众朋友对佢也非常的熟悉啊，冇錯，今日老年出來歌數嘛，係冇，唔過佢唔係客家人哦，佢係好老人嘅好老人係，唔過前有好老客家線嘛，之前有發行客家嘅專輯，唔過基本嘅咧係發行佢新嘅好老歌嘅專輯，哦，全部好老歌啊，冇行嘢啊，哦，佢夾緊母語嘅好老化，所以佢用母語嚟創作嘅新嘅專輯，係冇錯，好老歌嘅，大家嚟聽看啊，嚇，係啊，分享發聲，好嘞。欢喜的心来唱歌，我的身躯跳袂煞，一步一步行，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出心情。每一摆约会，听着热情的声。每一个暗暝，做着美丽的梦。每一出戏，拢有上好的成全。爱情的滋味，你敢知？逐天像香味遐尼甜，上好的滋味是我甲你。手牵手，心连心，永远不分离。爱情的滋味，好人醉，满面的笑容人看见。上好的滋味是伴相随，手牵手，心连心，永远黏贴贴。欢喜的心来唱歌，我的身躯跳袂煞，一步一步行，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出心情。每一摆约会，听着热情的声。每一个暗暝，做着美丽的梦。每一出戏，拢有上好的成全。爱情的滋味，你敢知？逐天像香味遐尼甜，上好
好的滋味是我甲你，手牵手心连心，永远不分离。爱情的滋味，好人醉，满面的笑容人看见。上好的滋味是伴相随，手牵手心连心，永远黏贴贴。爱情的滋味，你敢知？逐天像蜂蜜遐尼甜，上好的滋味是我甲你，手牵手心连心，永远不分离。爱情的滋味，好人醉，满面的笑容人看见。上好的滋味是伴相随，手牵手心连心，永远黏贴贴。把声好，大家好，来把声，重酸哈，甜蜜爱情，没错，第一拜啊，应该说，第一次写我们台语歌，好多歌呀，对，所以一规张专辑全部都好多歌，没错，全部自己写哎呀，客家电视台，有啦，来从等一下我会再唱自己的。冇啦，你分享嘅他自家你闹嘢出嘢故事，再来分享自家嘅创作嘛，系嘛？开玩笑恭喜！不然客家本来就懂包容啊，任何语言就做得好接受啊，冇错啊，尤其客家人对语言方面，对冇？系啊，佢要好多年来好客家歌嘅，好客家话。系，也佢公认出公认嘅呢专辑，恭喜！创作，用自家母语的创作，对啊。对啊，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是要呈现给大家比较，我自己给人家那种正面、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吗？所以我的主打歌是《甜蜜爱情》，是。可能也有不用有字当甜蜜的，正经的，有搞完都好伤哎，对吗？三音名师，三音 T K 的名师。有啦，所以很多在外面表演的那个我们的客家乡亲也给华生很多的鼓励了，所以呢，华生想说用自己的母语也创作一张自己的全创作专辑给大家听听看，看大家那个是不是还是这么的鼓励。听超会支持的呀，有啦。所以整张专辑就你自己负责，你这个负责。对自己写的词曲，自己出钱。对自己出钱，对。哎呦，这个出钱。因为给自中给用暗后啦，他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因为他本身也是录音师跟我们的对小姨，对，还有我们的赵哥他们一起合作的，所以就是可以都打折这样，算比较便宜啊。对啊，很便宜。讲成这样，对了，大家相挺啦，因为其实我跟我制作人也合作蛮久时间的，这头摆的时间下一次啊，给我参加嘅客家比赛都客家嘅冲州狗屎啊，还有下狗，还有我们冲狗都是参加。对，我们就互相合作，所以就参加很多比赛，所以其实就鱼帮水，水帮鱼。算是战友。你要自重人嘅客家人冇？唔係呢，佢唔係客家人，有好多人。也好。他当初我们认识的经过很好玩，是你给看那天师啊，看那个我们闹那大旅团那个得冠军的选手，不是有一个大电话本来。对，他说，对，他就找到我的资讯，然后打电话给我说，华生那个我好像我们要参加客语比赛，可是我们不会客语，你可以来帮忙吗？当初只是帮忙配唱，然后后来就自己写客语词，然后跟他一起合作词曲这样，必够给他拜嘛，从力度够给他拜。你看写一写，然后就写出来嘞，就下规章的出来，很厉害啊！我来疫情的期间没办法，一年都没有工作，在家里也没事做，反正没事做就写歌啦。下冲走就冇简单嘞，台湾做到发行专辑有嘛挺困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因为第一次写我们的台语歌词，所以很多都不知道说大家接受度如何，所以我会拿那个歌词去请我们比较专业的作词人给他看一下，还有曲给他听一下，然后其实他还蛮肯定的。那他反过来就是安慰，我不是安慰我，就鼓励我，鼓励我说，其实我们的词曲没有所谓的好坏，其实大家就是你自己喜欢最重要，因为每一种歌曲他喜欢的族群不一样，一定都有你自己的市场这样。
那其实这一张专辑主打的是我的婆妈市场。不是，其实我很多的歌，像我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歌曲是他们喜欢的，可以朗朗上口的曲。应该你的婆妈市场这样买一买，你成本应该就回来了哈。嘿哦，差不多穿金头，我穿金头，开玩笑的啦，含糊哎，不是为了。那个底部其实张六条歌的嘞，对，安南会黑卡拉呢，哎呀，还有伴唱带的意思。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可以拿来教学啊，然后大家就传唱度就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你很聪明，懂跳呢，很有商业头脑。对啊，去搞搞中国，搞去搞一个诶，去搞下个诶，啊去搞专辑，还有买本，好上位好有同买专辑，对吗？一条龙，一条龙。好了，你客家歌你这个有创作过吗？有啊。对，我自己写了蛮多客家歌的，然后今天也要带来客家歌给大家听。真的？对嘛，客家天师都带了一条客家歌，加一条要董后堂了。对，那甜蜜爱情。这首歌，等下带来的那一首客家歌的地方，他也是参加过我们创作比赛的。对，有得奖诶，有得奖诶，对，有得奖。我都买名诶，我都买个歌名。离开故乡，离开故乡。安尼唱歌啦，好冇？来。风风的木子就爱流下来。今年目前已经创作出多条客家歌诶。差不多30-40首吧。哎呦，按多嘞！客家歌呢？客家歌对。哎呦，创作的呢？对。也歹離開故鄉，唔知哪日怎做得轉來。認真嘅學習是派不放棄，面對未來嘅堅挺，相信有一日會有嘅一日，離開故鄉嘅愛，一切辛苦都有嚟回應。木子就愛流下來，記嘅等年，生生盼地，今夜愛離開。行離開也所在，喊的木子，必得那個夢想。就在一般飛頭嘅彩虹，離開故鄉，愛上夢到變甘夢，雲樹也變數，故事淚兩行，離開故鄉，日日夜夜努力走，輸得也盼望。擁有一家嘅天空，總有一日會勝利，本年驕傲嘅你，認真嘅學習。是派不放棄，面對未來嘅堅挺，相信有意義，會有嘅意義，離開故鄉嘅愛，一切辛苦都有嚟離開故鄉，愛上夢到變甘夢，雲樹也變數，故事淚兩行。離開故鄉，日日夜夜努力走，輸得也盼望，擁有一家嘅天空。
渐渐离开，越来越远，远到爱看到，渴望伊见面，渴望伊见面，只能盼望成功在团圆。离开故乡，爱上梦达边不敢忘，运输也悲伤，故事里凉风。离开故乡，日夜也努力做，注定也盼望拥有一家的天空。离开故乡，啊，你无意思。哎，有哎。啊，你呀，条歌客家歌，你无标拢也转习度哦。哦。就会分开来。对啊，对了，分开。他一般会做客家专辑啊，卢一静也作品集。梦中，我这样解救援有成功。哦，那能演员哦，就分两败穿都抄起来。因为好多话係叫模擬啊，客家嘅創作冇咁簡單啊。對對對。唱到青島嘅詩啊、牛詩嘅部分啊，都會唱到。今年目前已經創作出一多條客家歌嘅。差不多30-40首吧。哎呦，按多嘞！客家歌呢？客家歌对。哎呦，創作的呢？對，創作嘞。还有包含我们，因为我之前还有做童谣啊。童谣可能歌词就比较短，就会比较好处理。那大概那个童谣都大概10首左右。其他歌曲的时候是跟我们制作人比赛的时候合作了很多歌曲，当然还没有发表啦，就是继续在比赛。那你就再拿钱出来做就好了。有比赛有奖金，这样会做。对预算再创较多钱对不对？反正也好上按多。对啊，以后买嘞。好了。对啊，其实很开心的是，因为最近就是发了专辑之后，还有办一场自己的新歌发表会。哇哦！对，他新歌发表会很大大场假把塞。真的假？真平我们那个农论太岁都来参加了。真的很厉害。对，可是我觉得现场大概多少人？大概500-600个。这是一个新歌发表音乐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个是有售票的，他们愿意来。一张票多少钱？我就卖1000块一张票了。哇！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愿意来，我觉得很开心啊。哇，你实在厉害。对。以后可以邀我当嘉宾吗？可以啊，我有想过。有想过，不要只是想而已。个人头上的片片，对啊，你有没有想多？怎么他就是他有他的一片天，有他的市场，对啊。婆又生婆，妈又生妈的，黑毛同意。不是什么干家啦，我们的客家友情啊，还有我们的的学员们啊，其实在一路上非常的相挺，才会有这张专辑的产生。那这张专辑的地方也是。大家不管是客家或是我们台语族群的人，但是其实大家都对华生很鼓励。就看到华生的时候，都会说：“你什么时候要出专辑啊？我们客语的、台语的都很好。”多同支持。对，你说我出了，你钱拿来我就给你。一张多少钱？350。你说这张哦，400块。400？为什么你的比较贵啊？因为我假装有12首啊。他有卡啦，把人生抽掉黑毛。对，感觉这个自中引供的啊。自中引供可以卖400块，我说哇，周的啦，嘿啊，有人买就周的。对啊，讲真的，要是非常批福气啦。哎呀，讲真的，唔免客家人，味道客家咩按用心的做吼。有来了比赛，希望因为接触到客家嘅，其实唱歌歌唱。跟用时是我们参加了一个外场的台语歌比赛，然后他那个主办单位是我们英歌的客家乡亲会办的，然后冲了我们就跟我妈妈合唱，然后我们得了冠军这样。跟妈妈合唱？对，跟妈妈合唱。那所以呢，我们就唱了一首合唱歌曲，然后得奖之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来唱我们客家歌？对，然后当时就想说好，就去参加看看。但是第一拜我们还扣是一个客家的山歌。山歌。对，还在传统的哦。你第一拜比赛唱老山歌。对。
对对对对哈，嘿嘿嘿，哎呦，真的啊假？真劲的啊，唔要客家歌，一天拜都不落山歌。哎呀，佢有得奖嘛？有得名嘛？有啦，这算第4名。哎呦，对对对，哎呦，你们清理会有俩天分哦。对，哦，后来就来参加农业大旅团来。我们知道，就有人介绍。慢点介绍啊，可以啊。慢点介绍，应该是说我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哦，对，那时候我开始在唱客家歌比赛，就开始看我们客家电视台，然后看到有闹那大旅台选秀会，然后就去参加。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从我们新北冲到苗栗去比赛。你会先啊？哎呦，有心嘛？真的呀，有心啊，亲有心有心。你看，其实他有做了，你看他后面得到的结果，没错，多好。自家开班，对呀，高考又做得高，冲客家歌诶，对呀，好多歌诶都做得高。就是来东甘家闹大旅团这个舞台啦，我正式开始开始有教学生，或是开始有一点名气，就是从那时候季冠军出来之后，开始有主持邀约或是演唱邀约之后，开始慢慢才有班级在教授这样子。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娘家的概念。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个舞台，真的哦，就让我们随意发挥，放飞自我，到现在20年。那是你放飞好不好？我很自制。哦，你很自制。好了，再带来一首歌。转西底位读的歌好吗？好，也是歌叫阿爸。阿爸啊，阿爸，好了发阿爸。下本爸爸哦，对，爸爸哦，阿爸，阿爸哦，好了，唐坤啊，下本爸爸歌，我们知道，爸爸在我高中时就过世了，所以应该是歌叫在下本填送给几位糖都冇安用啦，对，按照唐坤啊，哈，关于感通的来。一个人开车来到熟悉的城市，会记你当初为着前途来离开，想着彼时心肝才有碎，即摆的情景已经变形，看着窗边的相片，目屎清清，雨水落袂停。若是彼时踮伫你身躯边，即摆的你，敢会陪我不分离？阿爸，阿爸。你伫遐过了，敢有舒适？敢有像我遐尼啊想你？想起过去的情景，袂去讲一声我爱你。阿爸，阿爸。你伫遐过了，敢有欢喜？无你的日子，一年过一年，想你的心永远袂停止，想要讲一声我爱你。阿爸，阿爸。你伫遐过了，敢有欢喜？无你的日子，一年过一年，想你的心永远袂停止，想要讲一声我爱你，想要讲一声我爱你。
分爸爸的狗，感动的一首歌，传达你的思念给他。对啊，对，这个爸爸应该很阿爸哈。阿爸，阿爸。其实你还是在做狗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很多的事情哦。然后后来也慢慢觉得说，其实，在做台语歌词上面呢，我觉得很感谢，就是这。10年的交唱经验，因为教了很多歌手的歌曲，所以呢，很多的曲风跟歌词啊，其实在脑海中都可以很容易就闪现出来。所以歌颂来下歌词啊，还有曲的时候，其实还蛮快速的。哦，当初在选这张专辑的时候，大概选了做了10首歌，然后挑出其中的6首出来。对，歌颂要是狗 Q 的地方啊，除了是自己写的心情以外啊。应该说想要写什么话，然后就把它顺着歌词的那个整体的线条唱出来。我觉得，感觉词曲融为一体，对，很自然的涌出这样子。对，应该说，这张专辑我对最喜欢应该是这首歌。你会送金曲奖吗？这张专辑会，听说不会啊，也是要送一下，就是故意写6首啊。刚好在边界是不是？没有，看到你条歌呀，超过30分钟，就都在播金曲奖。6首就可以报专辑跟最佳男歌手。这是制作人教我的，不要。对，这太紧啊，都敌啊。真给面啊！这个你去文化部查一下就。查一下就敌嘞。对啊，因为没有正式制作这样子的啦，所以其实有经验的，我觉得大家都给了很多的建议。安雅总有文化部补助嘛？没呢，没哦，你就跟我替他出钱呢。没有要得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哦，真给啊！那下去我去塞红包。根本不怕，至少转系出来了嘛。对啊，金曲奖就是附带一报嘛。没有，现在金曲奖很重要哎。如果真的能够踏上这个金曲的殿堂，那对一个歌手来讲，它算是一个里程碑，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啊，而且现在金曲奖，我觉得现在它的一个趋势好像都比较偏新台语的，听台语的某一听啊，有想说看评审欣赏，给白衣是啥评审欣赏，他们是什么口味？没有一定。就看你来转系过香炉这样，对你如果拿去过香炉，结果评审是天主教、基督教，就烧香拜佛就是。音乐性还是很重要，懂也很重要，青虫也为。不过真的很恭喜你啊，真的很恭喜你。而且很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娘家来做宣传。其实这个东西我其实希望有歌曲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发表，然后不是说歌曲唱一唱，然后大家都忘记了这样子。所以来这边宣传，我觉得很重要，是让客家乡亲知道华生有出一张台语的专辑。好乐歌呀，真的。我看俺节目的朋友哦，大部分对歌唱都有兴趣啊。系啊，冇错。所以假使讲系啊，各地发生的发展卖给转系了。看看以后你那一就做会唱得到。你不会都还有卡啦，还有卡啦，系啊，服务多好。你唱唔到，把这个标落去唱卡啦，联系来。对啊，我一定会买啦哦，因为那个歌曲会上架到我们的伴唱机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在对哦。哇，婆妈设计就是一定要进班车，都已经谈好了，这是一条龙哎，很赞哦，厉害，等下客家冲走好吗？等下客家冲走，也希望那个歌曲哈，受到多人的关注，很大的回响，真的好不好？好，容易发生，谢谢对讲真的，我们节目也已经开始比赛了嘛，开始比赛了嘛，所以好唱歌的朋友，他敢要做的夹来报名。夹打天发来66667人6人哈，没打过的天发，嘿么？打天发来比赛 BBA 就会唱华生那样。嘿没，只有 GV 有音乐，成为第2个华生出专辑代言人。我们台语的那个歌手或者唱台语的也可以一起来比赛。做的啦，嘿，没不一样。真的，今天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观点哈，谢谢华生啊，容易发生甜蜜爱情的转型，多多支持。是梦小跳老师还有默契的欣赏，辛苦嘞！安子吹，是梦天宠的董正演，辛苦嘞！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这里拜拜。